泽立伟有来了，黄伟哲立伟。他们紧张会当较健康。哟，他们紧张的，大家拢较健康。我有甲报备啊，我有甲讲啊，我有甲组长讲啊。哦，我唔爱先烦恼，会较健康。宋城，宋岳，岳仲，安和之情。本县官，本县官，裴记官就位。我一回家。哎，有外国人呢。康不同，一后。
要注意，见到哦，见到哦。伊加上讲啊，伊有加上讲。全体肃立啊！全体恭送迎灵上帝，诸天神圣，一万天菩萨，齐鼓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四鞠躬，五鞠躬。祭天礼仪的文化，所讲究的是尊严华主的精神，自古人列三才之一，应效法天之无数从，法地之无不之才，居人行义，非己方欲，缔造出天人合一的完美境界，使之成为典范。也就是今年我们举行纪念祈福大典的精神所在。我说歌曲哈。各位来宾，由于大家的参与，使得
着今天的祭天大典更加隆重圆满，感恩慈悲。今天万民祭天祈福大典就在